生了，那就这样吧。你知道这行李上面？知道啊，我有看他的行李。哇哦！别动！那别录了。 不要！不要！不然这张小简历太我想对圣先生说，知道是什么手势吗？ 我们第一次就是有这个经验。没去。有没有闻到股香味？在旅途中经历过什么，拥有过什么？其实我觉得是这一趟旅行中最具有意义的东西。没有，第一次自发。大晚上戴墨镜。行。新山父，第一次出发，永远不伤心。耶！